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佩玲，今日嚟教大家上斜方肌嘅伸展，位置喺呢度。伸展佢可以令我哋成個人咧冇咁容易聳肩嘅。嗱，沉肩向下，轉頭嘅角度可以望得多啲，兩邊都係。咁我哋依家開始背部，用個手擺喺下腰，另外一邊手捉住，拉向下，頭轉過去同一邊，45度低頭，個頭慢慢轉返嚟，正面睇，頭轉過去45度低頭，手擺後腰，捉手，停留15到20秒，慢慢放鬆。呢個動作都可以3次一組，做3組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